第几文康榜来讲，伫咧台湾历史上发行上介久，也是头一份用白话字印的报纸。1889年出版的《台湾府城汇报》，出版人是清朝就伫咧台湾的英国宣教士巴克利。巴克利牧师为着传教，费心神伫咧吹杀白话字运动。即阵有少年创作者用网架甲全台文呈现牧师为土地、为母语付出的故事。 为着传教，宣教士巴克利伫1878年的台湾开始推动台语白话字，嘛，互当时的基层民众开始捌字。这本全台文的网架话写的，就是清国统治时期来自英国的宣教士巴克利的故事。伊大概应该是第5个来台湾的英国的宣教士。迄个时阵，因为台湾就是捌字的人足少，大概有90%的人拢是毋捌字的，所以迄个时阵就发现讲，迄个时阵是一寡。 东南亚的宣教士有咧用一套用罗马字写的白话字，伊感觉这套物件嘛是台湾真需要的。为着推测白话字，巴克利嘛开始引进现代印刷技术，出版台湾第一份报纸《台湾府城教会报》，是以白话字编写。网架作者林欣讲，伊进前有伫面册卖종叶，以趣味的方式推出宣教士马街的故事。因为社会、教会等等反应拢真好，就开始规划巴克利的故事。我要画的时阵，一开始就想讲一定爱有一个外国人，因为台湾是个海岛，所以有真侪外国人伫遮落地生根，比台湾人更加台湾人。 所以我就决定选一个宣教士来做。拄好巴克利伊拢伫推广白话字，就是台语啦，很适合这个主题。巴克利的故事有侪教会相关元素。是汉准讲，因为无教会背景，伫翻译的时是定拄着困难。落尾参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的单方会合作，以台文圣经为基础，做伙找资料，完成这本网架的翻译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